各位網友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留聲機。今日我哋嚟到西九，睇下呢區雖然面積細細，但近年有好多博物館落成，搖身一變成為文化集中地。網友只要花一個下晝就可以行足區內3大博物館，包括冠寧龍鑽石藝術博物館、故宮文化博物館以及 M+ 大樓。首先我哋嚟到2025年全新落成嘅冠寧龍鑽石藝術博物館。博物館位於廣東道，係由有珠寶界中東王子美譽嘅沈雲龍博士創立，係亞洲首間以鑽石為主題嘅藝術博物館。館內展出多件珍貴嘅鑽石藝術品，係10項榮獲健力士世界紀錄認證嘅世界之最鑽石藝術珍品，包括價值200萬美元嘅全世界最高價值嘅吉他、可口可樂經典樽形全世界最多鑽石手袋，以及有40815粒，一共有300幾卡鑽石嘅全世界最多鑽石馬桶等。每件展品都充分展示咗香港喺珠寶設計領域嘅創意以及卓越地位。博物館融合文化、藝術同旅遊元素，致力打造為一個藝術交流同教育嘅旅遊地標，提供嶄新參觀體驗。之後行過隔籬嘅西九文化區，就會見到 M+ 大樓，係全球數一數二嘅現代同當代視覺文化博物館。大樓立喺九龍半島嘅南端，俯瞰維港景色，加上佢嘅設計開揚嘅建築特點，喺城市之中更加罕見獨特，係香港嘅重要文化地標之一。M+ 大樓嘅特色包括面向維港嘅幕牆，裝有 LED 屏幕，展示出藝術家嘅流動影像作品，俾市民喺西九海濱長廊同埋對岸嘅香港島觀賞。設計亦都俾訪客可以從地面同地下嘅多個位置進入博物館，四通八達，緊密聯繫館內外嘅空間。再行遠少少就係位於西九文化區嘅故宮文化博物館，展示咗中國北京故宮博物館嘅文物。博物館佔地10萬尺，建築以現代設計風格呈現，融合咗中國傳統藝術、空間文化以及香港都市文化嘅元素。佢有9個展覽廳，一個400座位嘅演講廳以及中庭同平台。博物館主體建築呈倒轉梯形，採用咗中空天井嘅設計，內部設有多個中庭，其中西中庭可以睇到西九文化區、香港島同埋大嶼山嘅景色。好啦，今日同大家行咗西九一轉，我哋亦都將各個博物館嘅位置同開放時間擺咗喺描述欄入邊，大家快啲參觀啦！另外，我哋留聲機之前為咗冠寧龍鑽石藝術博物館拍咗一條詳細嘅影片，網友快啲撳入去下邊嘅連結睇下博物館有幾靚啦！